你讲佢嘅童年经历还有文化期望。526从小像佢嘅阿公通到当到抗疫嘅故事啊，比如讲佢哋武法歌有写到家乡，也温情北咯、虎阿金啊，不论係平凡也係大富人家，按勇敢嘅反抗嘅精神來自保護家鄉嘅觀念。佢哋兩篇又連接到祖國觀念啦、環境觀念啦，最重要就係移民嘅精神啦。佢老佢嘅阿公當親喺作品當中從頭是講到佢阿公親手講到佢爺愛加阿公除咗佢講抗疫嘅故事，也有灌輸佢祖國嘅故鄉嘅觀念啦。同時也前來發牢騷咁樣。就意思講，台灣人冇買行通的啦，佢哋一種出問題嘅性格就感染到526性格上。佢咪有文化退縮還有暴躁，你咁樣一家之主嘅男性嘅觀念本526，因為移民苗改編除了佢嘅阿妹係變了改編嘅人，也係阿公從頭是帶佢去參觀移民苗嘅字典。總講佢係內台第5台，第1台大約係120年從廣東嘅精品來，和大個台灣湯啦、新莊啦，最後讓來到新埔嘅下林派，以後就賣大馬埔1/4嘅土地。第2台當我傳錢不過佢嘅阿公就係第3台當我度假賣青島嘅土地。阿道家爸就做翻譯，就開始拼命傳錢啦。佢阿公因為日本統治嘅關係因為讀書已經做唔得做太官咧，故所佢阿公對526教育冇當積極啦，故所佢就冇進書房。到佢11歲，書房就關起咧，佢就去共校國讀書，佢前校讀書佢讀到一隻前特別嘅先生按到林凡文啦，林凡文就係佢妹兒就係前有名嘅林海音作家所以戰後526因為咁樣嘅關係，老林海音咪前有來往。526佢細時節本人欺負啦，也唔反抗啦。佢感覺自家真懦弱啦，韓國佢認為講佢其實阿公嘅善因觀，意思講老撇沙全部看到係好人，今後老人厭假啦又親有陶淵明超越現實嘅思想，重用冇從事金錢，冇奇怪呢。新年以後526親有反抗性啦。因為你學校得罪日本人，佢哋台灣文壇未留下前多前來老人相吵啦、辯論啦，另外還有鐵血嘅硬頸精神硬頸嘅形象。